但年10月前后，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拢会办新文化运动会。今年特别办特典，让民众了解日本时代警察制度是安怎运作的，阁是安怎影响咱台湾人的生活。今麦台北的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，前身是日本时代1920年起的台北北警察署，是台北目前上有规模的警察局公职。今年的新文化运动会对这栋古迹的历史出发来规划特点。新文化馆希望透过展览，让民众了解日本时代的警察制度安怎影响台湾人的生活。课本都学过，就是日治时期的警察就是无所不能。其实我们是来逛这个馆，然后才发现有这个展。这里原本就是北部的警察署，所以能够在警察署里面介绍说以前的警察到底是怎么训练的，然后他们是管辖的范围是什么，我觉得就蛮有趣的。台湾老一辈的时代，定会讲大人要来甲你掠，叫囡仔就要听话。伫咧1926年，台北州警察卫生展览会特别画一幅南无警察大菩萨的海报，一手拿刀，一手提佛珠。警察除了治安、买管卫生、鸦片，也有对知识分子的思想管控等等。警察的权力真大，会使讲是台湾总督府职权的实践执行者。南无警察大菩萨，也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一个主标。那我们这次有点像是要把它解构，就是说告诉大家，其实这个大菩萨根本就没有那么神。他其实透过很多的法条，透过很多的训练，然后希望透过大家这个展览的话，能够去更理解说，当我们选择让警察或者说某些公务机关它的权力无限扩张的时候，是不是会发生其实不好的效果？新文化馆表示，战后国民政府沿用日本的警察制度，也拿北苏的空间嘛，称做白色恐怖时期新闻关押政治犯的单位之一。今年新文化运动会除了结合古迹办特典，新文化馆嘛办导览，带民众去演过北苏警察大人的管理范围行大，让民众了解北苏的工课，嘛毋忘对历史有愈深的思考。记者卢尚如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